接受的送来是吧？这样对眼这样对眼的原点的是吧？原这样对眼原点的表演机关是我解释，民事法的定了真实，花法民事定定了真实，给了嘎的这就是是吧？这样对眼原点的是吧？表演机关是我解释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772页的最后一行啊，《入菩萨行论》里面讲的，苦有诸功德，厌离处骄慢，悲悯轮回者，修恶而喜善。但他这是开始说过的是呢，对眼的那个啦，对眼光把你两人一个搞懂清不清？还是对眼光把两人一个搞懂清不清？好，思维苦呢是一个修持的一大重点。在他对眼的秘密上面有点讲了吧？你看的是呢？就是思维苦的过患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？让你对眼的望度。有几点教育，大家的只不过是我经历的事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可以远离厌离，可以断离这个消除傲慢。现对我就往对给我通了太的产能的，包括的经济给。如果说看到一些他人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，就会升起希望他人能够远离这个苦难的，会升起这样的心。对于每个月的结果通了一次，通了一张单，对于面对的外人的真心，真不会是。就是因为看到罪业产生带来苦难，之所以呢，我们就会避开。回避制造恶业。对面面对进台湾得了，在到改变这个通俗那里改完了高，改完了那个高也好，就是呢，不欢喜痛苦，欢喜快乐。正因为这样，才能够加紧经济，修持制造善业善根。这在对面中呢教生的。有人觉得先教的吧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身心是不是会痛苦呢？因此，是大家的系统，大家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就可以除傲慢。让对面就针对前来引起结果。就因为自己遇到的苦难来做建立理论，可以愿他人远离痛苦。就能升起这个悲心。平常对面就了的，就买了做上百件。对面有的买了做上百件多还是。就可以升起，能够斩除苦因的心。看这个是呢，对面是个牙子的逻辑。痛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痛苦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痛苦是不好的。你那说痛苦内容就刚才说，因为这个生活当中的都是扩大的，给人让的阅读，给人教育。好，虽然痛苦是不好的，但是当自己遇到痛苦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思想的方法，把这个痛苦转换成一个制造善根的助缘。那什么？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样去做的话，把所有的逆缘、恶缘都可以转换成为菩提道。呀，他这两人写他的那个那个清不清啊？当然，这个呢是我们对于修持佛法上面是一个重要点。那这个什么？subject就是啊，关于 subject。
实际早实际，昨天课上面。我们这个道次第的这个四大根本科判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好，请说一下四大根本。奉行七法根源。大家一起来把它讲出来。奉行七法根源经故，开示作者殊胜，令于教授其境中故，开示其法殊胜。如何闻说殊胜法之理？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弟子之次第？第一个呢是为贤其法根源尽故，开示作者殊胜。就对他看来是呢，俺就去看到看一把的空洞色的那三叶人土就够了。好，我们不管是任何法门啊，不管是任何法门，它的根源必须要来自于佛释迦牟尼佛。这电影上去看到看一把的空那个那么大把去人都没都大不了的是。所以呢，不管是任何法门啊，我们必须要重视，要观察这个它的根源清不清净。那因为现在去空这么的，但你去到你再不回事，他确定整天给的那让他再不给的让他的这个好过开心过的，也是去空这么但没钱，再不会去玩是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为了了解这个法的根源清净啊，为了了解这个佛法的这个来源根源呢清净，所以呢，宣说是制造者他的一个传记，著作者的传记。当以及著作者的这个了解这个传记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他不说，再不会那么大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宣说作者的殊胜。他点呢，你把点那个我去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？当晚了，可把地位去吹给起娃是。他当晚的，这这个当晚来那快把过，杨少郎当晚的快把掉过，快把面呢，前面就过嘛的，包括地嘛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并以教授敬重故，开示其法殊胜。所以呢，当我们需要修持这个教授的时候，必须要对这个教授要升起恭敬心。所以呢，对于这个教授没有升起恭敬心的话，就没法得到加持，也没办法能够得到正量。现在当晚了，快把地位容易切多，那你缺个月的，缺个计划的，缺个的现过来，干成我的事。所以呢，为了对教授深情敬重，所以呢，这个必须要了解这个法门的殊胜，这个法门的这个殊胜点呢，是了解这个殊胜点是非常的重要。当晚了，各个地位就缺的计划，当晚了，各个地位就，你把当晚了各个地位就缺，切完你呢也缺了，但你先开始切过的，也是得好过。你先记得讲话是。那么呢，再来第三个是呢，如何稳说去二殊胜法之理？切完你呢，是吧？过了，切完是原点概念的点呗，确定了，是吧？去二殊胜，这个知道吗？具备两个殊胜。两个殊胜是哪个？啊，前面啊。这点呗缺了，他念肯定念过了，看这些，你去看这些路中去，他说的，两年瞧我的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具备这两个殊胜的法，那我们如何去听闻，如何去宣说？